跟住呢部都係 iPad Pro 11寸第3代 M1 嘅，呢個係128 WiFi 微版嘅，屏幕基本上靚仔嘅，基本上呢部 M1 128 WiFi 版。跟住呢部係 iPad Pro 11寸2021，即係 M1 版本。呢個屏幕有1-2處花痕，好少嘅花痕。呢部2TB 嘅插卡版。下一部呢個 iPad Pro 11寸2022年版，屏幕冇花。2022年版256G，呢個係 WiFi 嚟嘅，呢個美版，好似係 M2 啊！呢個晶片係256G。呢部 Pixel 7A 5G，呢個標咧嗰個大嗰個英文數字唔係等於等級，不是等於等級，唔關事嘅呢個。有啲人問啱啱嗰部點解 D 等級，唔關事嘅。唔使理。呢部 7A 輕微暗花咯，屏幕128G 嘅呢個加拿大版。跟住呢部 Pixel 8都係8+128G，但係呢個花咧就比較嚴重少少嘅。呢個花痕擦得甩位咧啊！呢啲花。有機會係污糟嘅，但係我擦唔甩。非專業用具擦唔甩。加拿大版咯，都係。呢個唔記得熄機，依家冇電。5G。呢部 Pixel 6 128G，又係加拿大版。屏幕些少暗花必須有㗎啦。8+128G 加拿大版，得實體卡加1 eSIM。Pixel 8呢個12+128G 加拿大版。5G 屏幕就些少暗花，些少，但係都係側面睇先睇到，正面睇唔到。Pixel 8 128G。